大家好，歡迎各位返嚟適時旅遊頻道，多謝各位繼續支持，請按 Like、Share、Follow、Subscribe， 同時喺留言區留言，我哋會做得更加好。今集飛咗先講，有我 Kenneth 阿偉同大家一齊飛越文明交匯之路、巴基斯坦古絲綢之路14日探索之旅。14日行程，我哋由拉合爾開始，一路走到雅金邊境、玫瑰礦岩、斯瓦特山谷，再落到去卡拉奇。呢段旅程會帶睇到最真實、最震撼、最靈魂嘅巴基斯坦。準備好未？我哋出發啦！拉合爾一落地就感受到佢嘅氣勢。巴德夏希清真寺嗰種震撼，你出邊睇唔到嘅，你要入到裏邊先至知道咩叫做宏偉。拉合爾堡又係另一個世界，就好似行緊入歷史書。夜晚食街就完全唔同啦，燈光、烤肉、香料嘅味道，完全攻陷你嘅味覺啊！我哋而家嚟到呢度呢，就係全世界最戲劇化嘅邊境啊！士兵踏地嗰下，成個觀眾席都震晒。喺兩邊嘅歡呼聲互相較勁，喺呢種民族情緒之下，喺其他地方係絕對揾唔到嘅。入到去，成個世界都變咗粉紅色。連清真寺都係用鹽砌出嚟嘅，當啲光照落去嘅時候，啲鹽嘅反光就好似星星咁樣閃下閃下。呢度真係地底嘅奇蹟。伊斯蘭馬德俾到另外一種嘅感覺，乾淨、寧靜、舒服。費薩爾清真寺好似一艘白色太空船停留喺山腳。麥加拉 Hills 嘅風好輕，好有治癒嘅感覺。嚟到斯瓦特，第一個感覺就係呢度真係好舒服。綠油油嘅山谷，清澈見底河水，就好似帶你去到另一個完全唔同嘅世界。今日嘅重點就係呢一座喺山谷之間嘅佛塔聖卡塔斯朱珀。佢喺公元前2到3世紀嘅時候嘅佛教遺跡。絲綢之路嚟講啦，佢係一個好重要嘅文化點。企喺佛塔前面，你會覺得時間好似停咗幾千年。四周環繞住嘅都係村莊同埋山景，冇遊客，冇喧嘩，得返歷史同埋風聲。呢度嘅節奏慢到你都唔會捨得離開。返到拉合爾，我哋去咗哈利馬花園。水晶花園建築就好似返去莫臥兒王朝嘅年代。拉合爾博物館入面嘅文物真係睇到文明嘅厚度。呢座城市真係越睇越有味道啊！長古大，我哋最以外嘅景點啊！黃沙、石墓、古老嘅雕刻，全部都好神秘。夕陽照落去，成個墓園都變晒金色，好靜、好靚、好震撼。喺呢14日旅程，我睇到巴基斯坦嘅熱情、歷史、山河同靈魂。呢度唔係一般嘅旅程，而係一段會留喺心裏邊嘅故事。下一次你會唔會同我哋一齊再走遠啲
非常感謝各位收睇今集巴基斯坦古絲綢之路14日探索之旅，係咪好吸引？想知道更多詳情，可以喺留言區留言，致電適時旅遊25620773，亦都可以 WhatsApp 俾我哋，號碼92881894852899查詢。喂，仲有要密切留意我哋嘅 Facebook、IG、Flat 同公司網頁最新嘅資訊。下集再見，拜拜。